Hello，我係 Kevin，係一個環保產品設計師。做產品設計師同埋做廚師其實係好似嘅，你都係去到唔同地方收集唔同嘅素材，將佢哋拼湊成一碟。製作嘅過程中間放多少心思，送到去客人手上邊咧，其實佢哋係睇到同埋感受到。今日咧就非常之榮幸咁就可以邀請到咧 DFA 香港青年設計才進獎嘅得主 Kevin 咧上嚟同大家講下咧自己喺設計呢一條路上咧嘅一啲心路歷程嘅。不如先介紹下自己先啦。係，唔該 Haley，我叫 Kevin 啦，張偉俊，係一個本地嘅產品設計師。我做嘅創作全部都係由香港唔同地方收翻嚟嘅物料去做嘅。咁我哋由屋企用得嘅產品啦，去到有啲我哋一齊去喺 workshop 上面一齊共同創作嘅 project 啊，去到一啲大型嘅公司合作，我哋都會有涉獵到嘅。咁不如都同我哋分享下啦，即係自己幾時開始發覺自己對可能產品設計有興趣咁，從而點樣去即係慢慢轉變成為一個叫環保類型嘅設計師咧？個興趣由中學嘅時候已經有㗎啦。係。讀書嘅時候，成日都唔會專心聽書，喺櫃桶有唔同嘅小手作喺度整緊。咁跟住就去到理工大學讀產品設計啦。咁入到去就學咗即係唔同嘅物料，譬如木工啊、金工啊，點去製作一件完成品。咁畢完業之後，我就去咗一間電芯公司去做一個產品設計師嘅。咁主要就係幫佢哋賣多啲電芯啦。咁但係原來無論你係整緊一支電筒或者一個燈掣，其實都係一個好類似嘅過程，就係你用一啲已有嘅零件畫一個殼，跟住就推出市面，係一個新嘅產品。咁當中係用咗好多未必係最環保嘅物料啦，亦都好多係全新嘅原材料。研究多咗就諗其實好多物料去到堆填區之後係造成一啲好大嘅破壞嘅喎，尤其是一啲重金屬嘅物料。咁所以做完一年攞咗經驗，知道產品係點去做之後咧，咁就開始諗我可唔可以自己去做一啲自己嘅產品啦？過程其實係好類似嘅，但係 instead of 用一啲新嘅材料，我哋就用一啲已有或者係喺唔同地方收集嘅物料。咁你覺得咧，香港喺呢一個廢物嘅處理系統啦，又或者設計產業對於 upcycle 呢一個升級再造嘅概念，佢哋嘅接納度係點樣咧？其實講緊相比起一開始可能講2010年嘅時候，出嚟講係一個環保產品，好多時大家都會覺得係啲好 gimmick 嘅嘢啦，或者係一啲嘩眾取寵嘅嘢。但係其實即係過咗10幾年到今時今日，其實大家個風氣同埋接受度係高咗好多嘅。無論係唔同嘅政策推動啦，大家可能好多公司都會提及啦，甚至乎好多學校入邊讀緊書嘅學生都有聽過呢啲 terms 啦。再去到香港基建上面，可能環保園好多，譬如回收木啊、回收紙啊嘅廠啊，都相繼喺香港落地啦。呢啲唔同嘅信息去包圍住大家，其實咁多年後，其實大家就對呢樣嘢覺得係比較必須同埋比較正常。因為社區行嘅時候都而家會見到已有啲回收點啦，大家比較容易啲接觸。係一個比較即係非常之融入生活嘅嘢咯。嗱，咁我知道你得到咗咧就係 DFA 嘅香港青年設計才進獎啦。咁攞到呢個獎嗰個當時候對你嚟講係有啲咩得着或者有啲咩啟發咁樣咧？其實我攞呢個獎正值就係 Covid 嗰段時間啦，咁亦都開始咗自己做嘅事業已經差唔多10年啦。咁其實去到一個位就係去到嗰個位大家都棘住或者好局促嘅環境，就諗我仲可以點樣做落去咧？係咯，咁所以呢個獎其實就係幾好嘅位，就啱啱有個空間可以俾你唔使煩太多恆常嘅交租啊、生活費啊嗰樣嘢，咁就可以再去出去一個地方去吸收同埋 refresh 自己咯。係，因為我知道咧，其實你得到呢個獎之後咧，就去咗港外去一啲工作機會俾你嘅。咁你去咗邊度？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或者去到嗰度嘅時候，有冇啲好特別嘅經歷咁樣咧？係其實去 research 揀個地方去嘅時候，我就係由一個好 established 嘅荷蘭設計師，咁去搞咗一啲好多環保 project 好耐㗎啦。咁佢嗰陣時就有個諗法其實成日講環保，但係你去生活喺一個城市，搭個車或者去買個包，其實所有嘢嗰個來源你都控制唔到。咁所以就見到佢喺葡萄牙咧，去買咗10畝地，上面入面做乜都得。咁佢每年都會 invite 世界各地嘅一啲設計師去進駐去一齊去做一啲 project。
咁所以就適逢見到有呢個獎，咁我就即刻 apply 啦。香港一直都係地方好緊缺嘅環境啦，咁去到一個咁廣闊嘅平原，而亦都有一班都好關注環保嘅創作嘅人一齊去做唔同 project，其實係好每日都係好有好多衝擊嘅。咁我哋第一個 project 係要將一啲舊嘅車咧改裝成一個 Airbnb 嘅屋，由木嘅來源啦，去到做工藝嘅手法啦，去到每一個細節，其實大家都可以嗰個目標咁去進行咯。咁所以係一個即係好充實嘅經驗嚟嘅。會唔會令到你對於成個即係去完葡萄牙呢一次之後，會令到你自己對於成個設計嘅行業都會好改觀咧？會啊，因為可能香港做環保嘅人其實我諗個圈子唔大嘅，所以識得出七八八㗎啦。咁但係其實香港嘅 standard 啊，點為之環保？我成日都會問啊，其實外國人睇會唔會其實我哋係未必係最環保，或者係未必大家個 standard 究竟係點樣拿捏咧？咁所以其實有呢個獎就可以去到原來佢哋嘅環保人士係咁樣諗嘢嘅喎，可能有啲人係完全係連食素都未夠，係要食雞蛋牛奶都唔食嘅，去到好關注動物嘅權益嘅。咁係咯，好多呢啲佢哋未必好上網揾到嘅諗法，就可以面對面同佢哋去了解少少咯。嗱，好多年青一代咧，佢哋做設計嘅時候咧，都會想用設計去交代一啲社會議題啦。咁例如好似你咁咧，就係做呢一個環保設計噶嘛。咁你會建議年青一代可以做多啲乜嘢，或者加強邊一方面嘅能力咁咧？其實一直以嚟一講到環保議題，其實都遇到好多即係對呢個環境或者對社會好有心嘅創作人或者唔同嘅界別嘅朋友啦，咁甚至乎去到攞獎嘅時候，我 present 嗰啲 project 其實亦都唔係我一個人做，最緊要嘅係一定係要遇到一啲同你一齊有同樣諗法嘅人，去做一啲唔同嘅 project，咁其實你就會去到唔同地方有一啲唔同嘅迴響啦。唔好怕去接觸其他人，因為當你有呢個諗法嘅時候，你身邊嘅朋友或者朋友嘅朋友其實亦都會有佢哋嘅一樣嘅諗法。咁大家一齊創作一啲 project， 影響力會更大嘅。去到唔同地方交流完之後，發覺香港所謂我哋平時關注嘅議題，其實喺外國亦都存在。咁所以當你了解多啲嘅時候，去到唔同地方，大家都會好多共同嘅話題同埋你嘅諗法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因為你就得到呢個獎項啦，咁啊俾你有一個機會去到港外嘅地方，跟住認識咗一啲可以講係志同道合嘅朋友仔。咁其實亦都對你呢個諗法，即係對環保啊、設計概念呢一個諗法咧，其實會覺得係可以堅持同埋繼續做落去嘅。絕對係。好，thank you 晒 Kelvin 今日嘅分享。唔該晒。